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6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7篇，列王记上卷18章36节到39节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独一上帝。世界有足侪的古老的宗教，嘛有足侪传统宗教啦、偶像的崇拜啦。到底倒一个神明，还是讲倒一个上帝是真实的？咱伫旧约以利亚先知的时代，咱看见伊所面对的是亚哈王甲亚西别王后迄种巴力偶像崇拜的压迫，伊就要单独来对抗400个巴力的先知。用人的力量来看，实在是真单薄啦吼，无法度来面对吼。先知以利亚是一个真忠心的先知，伊转达着上帝的警告。有言这个以色列人将来要面对是这个大蛇甲抗旱甲这个饥荒，这引起亚哈王的无欢喜，认为是以利亚要互以色列人来遭受灾难。后来就发生以利亚挑战400个巴力先知的记载。以利亚先互人真济的巴力先知先来求因的神明偶像，但是呢，却一点动静都拢无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列王记上卷18章36节到39节，记载着以利亚先知的祈求，上帝就马上亲自降火伫迄个压甲淡的祭坛以及即个牛的身上。到献的婚祭的时阵，先知以利亚行往祭坛讲：上主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求你今仔日互人知你是以色列的上帝，嘛知我是你的仆人，佮照你的话做正一切的代志。上主啊，着应我，互这人民知上主你就是上帝。互因的心活倒转，上主就降火，将烧化祭、柴、石头、甲土烧了了，沟内的水烧甲拢焦。众人看到就趴伫涂骹讲：上主伊是上帝，上主伊是上帝。伫旧约的先知书内底，上帝一再提醒以色列人，着爱甲偶像以及这敬拜偶像的人保持距离，免得受因的迷惑啦吼。约翰伫这个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，伊嘛安尼提醒基督徒吼，亲爱的朋友，毋通相信这个神，着查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是，还是毋是。因为有真济假先知已经出现伫这世间，毋通用安尼来认捌上帝的神，宣认耶稣基督正做人来伫世间迄位的神是对上帝来的，毋宣认耶稣遐的神毋是对上帝来的。这是基督的对敌的神，恁有听到伊特别来？现在已经伫世间，少年朋友，恁是属上帝，佮已经伫赢过假先知，因为踮伫恁的内面，圣神比踮伫世间人内面的神佮较强大。假先知是属世间的，讲世间的事，所以世间人会听因啊。咱是属上帝，捌上帝的人会听咱，无属上帝的人毋听咱。对即个咱认捌真理的神，甲迷惑人的神，咱都爱会晓来辨别真理的神，或者是讲一个错误的神嘛都爱会晓分别假神、偶像，还是独一的真神。因为亲像彼得所讲的，这个世间无有想事别的拯救吼，
世间只有一个真神独一的上帝。诗篇47篇，万民啊，恁着拍扑啊，着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。上主至权的上帝应该受尊敬，伊是大君王，统治全地。伊互万民降服阮，互列邦屈服伫阮骹下。伊为着阮经应允的土地，做伊所疼的子民夸耀的产业。上帝掌旗坐宝座，万民大声欢呼。上主掌旗坐王位，扫角拢大谈。恁着唱歌称赞上帝，唱歌称赞。带着唱歌学乐咱的王，唱歌学乐。上帝是全地的王，着用诗歌称赞伊。上帝坐伫圣的宝座，上帝做王统治万国。列邦的贵族自集要做阿伯拉罕上帝的子民，因为地上的君王拢归属伊，上帝大大受尊重。主啊，求你赏赐阮智慧来辨别这个世上的属灵的势力，也互阮会通专心来敬拜我靠独一的上帝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